唔准諗，即刻答。香港18區，嗯第一時間諗起咩地標？中西區、，IFC 灣仔區、碼頭，灣仔碼頭，東區、鰂魚涌嗰個成日迷路嘅地鐵站，南區、海洋公園，油尖旺區、信和，深水埗區、深水埗嘅長沙灣政府合署，九龍城區、九龍寨城唔係喎，九龍城區喺黃埔嗰隻船啊，黃大仙區、一到九嗰個街名，新蒲崗、大有街、雙喜街，四美街，咁三家姐咯。三家姐係咩街啊觀塘區， ？APM 我以為你講觀塘老母。好，離島區、長洲咯，長洲嘅嘢食咯，荃灣區，荃灣區真係諗唔到啊！我可以荃俾個貼士你灣區迪士尼樂園、嚇，迪士尼樂園係屬於荃灣區啊？好啦，咁迪士尼樂園啦，元朗區、呢個好似唔出得街啊！咁係有夜市，跟住好多嘢食嗰條街，幼新街啊，北區、上水火車站咯沙田區、 ，Snoopy 開心世界啦咁，西貢區、唔幫人賣廣告，乜記甜品，葵青區、我淨係諗到個碼頭啫喎。葵涌貨櫃碼頭、係啊，大埔區、大埔區我淨係諗到大埔墟啊。咁啊，李嘉誠嗰個慈山寺啊，於2003年由香港富商李嘉誠出資興建。屯門區、其實呢，就屯赤隧道，因為我係屯門牛嚟嘅，幫我慳咗好多翻屋企嘅時間。哇，好正啊！